今日係2026年嘅2月26號上晝7點30分左右，我哋而家將會 check out 就出機場。而家我哋喺文萊完成咗4日3夜嘅旅程。呢個後邊嘅景就係 Empire Hotel， 應該大部分人嚟文萊都會住呢間嘅。一陣間出到機場再講其他嘢。頭先唔記得講，文萊係我嘅第97個國家。今年2026年應該會過到100㗎啦，應該係4月會過到100個國家。而家文萊係做緊一樣嘢叫做 Ramadan， 由2月19號到3月19號，係咩嚟嘅呢？就係要斷食。總之有日光嘅時候就唔可以食嘢，水都唔可以飲，要個太陽落山先可以食返嘢咯。呢個我哋係嚟之前完全唔知嘅，所以今個旅程係冇啖好食。我哋臨上機先知道呢，呢度係禁煙禁酒，冇得賣煙冇得賣酒。但係通常啲人都會揸車去馬來西亞買。如果你買到嘅話呢，就可以喺屋企私人地方食，唔可以喺公眾地方食煙或者飲酒，都幾誇張呢樣嘢。同埋呢度有一個好似 Uber 咁嘅的士 app， 但係佢話得50架呢啲咁嘅的士啫，全個國家。但係呢個國家咧係只係得45萬人嘅啫，所以都夠㗎啦。因為全部人都有車嘅，差唔多係1對1嘅車對人。